Hello， 今日同大家介紹嚟自馬來西亞嘅膚暢通。大家知道天氣開始轉變咧，好多朋友咧就好容易患有呢一個咳嗽嘅，包括一啲係病理性嘅咳嗽，或者一啲生理性嘅咳嗽咧，好多嘅朋友咧經常咧都會發生嘅。嗱，秋天開始就嚟到啦，咁大家知得到咧，上呼吸道嘅感染同埋流感咧，亦都開始馬上會流行，同埋加上有啲朋友，例如佢自己本身嘅氣管敏感啦，或者係哮喘啦，或者花粉敏感。空氣污染咧都好容易咧，會令到自己本身咧係咳嗽嘅。我哋人體嘅構造咧，肺部嗰度前邊咧就會有一個好似刷咁樣嘅物品，係會令到我哋自身生出嚟嘅一個痰液咧，開始咧就活入去氣管嗰度咧，係令到我哋胃部開始消化。但係由於啲細菌開始入侵到我哋身體嗰陣時嘅期間咧，我哋就會感染得到，就會變成啲痰會變成黃色或者係變成綠色，就會加劇我哋咳嗽。而至於講到我哋呢一個產品咧，係利用咗紐西蘭嘅一個 berry tree， 係一個莓類嚟嘅，同埋呢一個非洲南非嘅一個天竺葵，係一個天然嘅元素啦，係令到我哋咧就可以幫我哋強壯我哋嘅肺部嘅。嗱，你只需要如果係保健咧，每日只需要食一條；如果係咳嗽的話咧，用治療嘅級別的話咧，每日可以食2至3條。我哋好快脆，約莫3至4日的話咧，你就會完完全全咧就係將你咳嗽嘅症狀咧全部會減低㗎啦。呢一個產品咧係屬於一個無睡意嘅產品，咁所以大家你唔需要擔心，好似食咗任何嘅咳藥水咁樣，好容易咧就會瞌眼瞓，同埋係純天然嘅成分。咁現貨已經喺我哋香港㗎啦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聯絡我哋。